結直腸又稱為大腸，係消化系統嘅最後部分。食物飲品入邊嘅營養同埋水分會被我哋嘅消化系統吸收，剩翻嘅就會變成大便，經由大腸同埋肛門排出。我哋嘅身體由細胞組成，如果大腸嘅細胞經年累月同大便接觸，就有可能發生基因突變，導致不正常嘅生長，變成息肉。息肉如果冇及時切除，就可以進展成大腸癌。過去10年，大腸癌喺香港有好高嘅上升趨勢。而家大腸癌已經成為香港最常見嘅癌症。喺2017年，大腸癌新症總共有5635宗，佔癌症新症總數嘅17%。每6個新增癌症患者就有1個患上大腸癌。大腸癌亦都係第2號嘅癌症殺手。要預防大腸癌，就要有健康嘅生活習慣，要避免食加工肉類同埋大量嘅紅肉，多啲食有豐富膳食纖維嘅食物，例如蔬菜或者新鮮嘅生果。另外要有適量嘅運動，保持健康體重，唔好食煙同埋飲酒啦。大腸息肉甚至早期嘅癌症係可以冇病徵嘅。大腸癌篩查可以為咗冇病徵嘅人士檢查出息肉，並且同時切除，及早發現早期嘅癌症，可以大大提高根治大腸癌嘅機會。當然，如果你已經有大腸癌嘅症狀，例如大便有血或者有大量嘅黏液，無故情況之下大便習慣改變，個肚唔舒服或者體重驟降等，就要及早睇醫生啦。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贊助，我哋可以為大腸癌高風險家族群嘅成員做大腸鏡檢查。直到2020年初，有接近300位參加者已經完成大腸鏡檢查。當中發現有1半人有大腸息肉，並且發現22人佢哋嘅息肉已經好大粒，甚至有幾個人佢哋已經轉化成早期腸癌。我哋更加會為參加者做基因同埋腸微生群嘅研究，希望揾出大腸癌嘅成因同埋高危因素，可以幫助市民更加有效預防大腸癌。